本身也是总裁组，就是你连续3个月达到15000的佣金抽成点数，你就是15K 的总裁。如果连续3个月达成2万点佣金抽成点数，你就是20K 的总裁。如果你连续3个月达成3万点佣金抽成点数，你就是 30K 的总裁。现在我要颁发新科的 30K 总裁组。如果你看到名字，请上台。30K 男雙人袁天克，為對岸羅天優後，為多六胡天中克，30K 領導。他是林苑，來自香港的 New 30K。哇！謝謝 Molly 創辦，謝謝你表揚我。咁我係香港人，玲玲，好多謝你，好多謝亞太區嘅風雲盛會咧，改寫咗我一生，亦都我哋每一年持續帶最多嘅人嚟改寫更多人嘅生命。世界上咧冇一個人可以一個人決定做領袖就可以做到領袖，每個人都係由追隨者開始。小學一定要決定升中學，中學一定要決定升大學，所以我哋由 supervisor 嘅，我哋而家係會員要決定去 supervisor，跟住 supervisor 一定要決定去世界組，世界組要決定去 active world team， 跟住 active world team 要決定去 get team，get team 要決定去Get Plus， 跟住到富豪，到 Mil Plus， 到成為總裁組嘅里程碑。我哋咧唔好用我哋嘅過去去決定我哋嘅將來，無論我哋嘅過去係點都唔重要，重要嘅就係我哋乜嘢都可以輸，唔可以輸咗我哋嘅信心。無論我哋跌低咗幾多次都好，只要我哋最後一次有勇氣再企翻上嚟。所以我哋講信心係重要過黃金㗎。我哋好冇啊！應承我，信心係重要過黃金，一定要相信自己。有時咧，你會唔會發覺我哋人咧會有情緒嘅時候啊？有冇覺得有焦慮嘅時候啊？有抑壓嘅時候啊？你知唔知點解啊？係因為我哋失去咗遠景同埋目標啊！所以我邀請大家，無論你跌低咗幾多次，甚至乎新嚟嘅朋友，你一定有勇氣去決定我哋嘅未來，一齊離開舒適區，尋找新目標。而家係30K 嘅玲玲，嚟緊會係40K 嘅玲玲。多謝我嘅團隊，多謝我所有嘅總裁，多謝我團隊嘅努力，多謝阿 Jack， 多謝 ，thank you，thank you，thank you。